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明仔载就是旧历16，也就是咱传统的马月。食马月拄开始是要拜土地公，因为人讲土地公、土地婆因你趁因你学，若得是土地公饲无家。古早马月是要感谢土地公照顾，落尾慢慢变做请员工食马月。若讲到马月，嘛有代表性的料理，像讲食甜圆，万事拢顺遂；若食米糕，代表年年好。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。最近有足侪马月的活动，毋过咱咧食饭道的时阵，毋但爱食好料，搁爱食着好吉调。亲像这项菜内面有钱的虾仁，搁有往来，往来就有好运旺旺旺的意思。搁来是红情的米糕，红情咧伊的形变过来，亲像一个字，就是圆。所以红情伫以前的时阵，差不多伫科技的时代。伊就钓状元的意思，钱圆啊，伊的音就甲团圆真相神。马月一开始是用来祭拜土地公，爱祈求咧事业顺利，佮会使平平安安。毋过爱注意，上好是莫摕普陀来拜拜，因为普陀咧伊的音甲道走有大相像，所以你的好运气嘛会走了了。再来是巴拉嘛上好是卖，因为巴拉票伊是跳票，伊是信用无好的意思，所以你的愿望凡事嘛袂实现。再来是莲雾，伊有你的未来雾，你的前途看袂清楚的意思。新的一年要有好的运气，阮会使摕无共款的食物来拜拜，亲像麻糍就袂歹。有人讲麻糍会使甲土地公的好手甲黏掉的，这时阵呢，你的财运嘛会底啊黏过来。法粿嘛袂歹，因为法粿咧伊台语的发音甲发财真相似，所以你的财运嘛会底甲旺旺旺。有人讲食土豆食甲老，意思就是咧，你会使活甲真久长，嘛会使趁钱趁甲趁饱。在拜土豆的时阵，你嘛会使配一段米酒，若是茶来甲土地公来巴结。马月活动内面上重要就是抽奖啊！今仔日来介绍一个招财的撇步。有算命先讲，你若是到餐厅，你会使较紧选一个吉祥的米坐落来等着奖。你嘛会使做一寡准备，亲像你会使准备红包落啊，内面咧放羊甲米，因为羊甲米会使辟邪。毋过爱会记的，这红包落啊，伫咧马月结束了后，来甲淡掉。再来是，我嘛会使准备金色的酒匙甲金色的鸡，这寡物件拢会使甲好运啊、财运啊拢带入来。亲像这个金鸡母会使生金鸡卵，我嘛会使穿衫是红色的衫、红色的物件，因为红色最有福气的，嘛会使增加咱的好运，嘛会使辟邪。今年的好位伫咧正南方，所以我会使去餐厅的时阵，就选正南方的位甲坐落来。有人认为去便所嘛会使增加咱得奖的机会，有人认为咧，伫咧抽奖进前到便所去，游戏的意思叫做卡打黄金，而且冲水的时阵嘛会使甲歹运气全部拢甲冲走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即马甲时间高兴哦，移动主播。